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灌注瓷砖全球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见面。其实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还是挺惊喜的，因为整个空间都透露着非常浓重的东方文化的底蕴，而且能够感受到每一个瓷砖它藏在里面的那些细节，还有东方的质感。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场内，它还原了不同的家里的一些场景。因为像我们瓷砖的花色呀、肌理呀、质感呢，真的决定了我们全屋的一个风格与它的文化气质。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灌注瓷砖对于人居空间的这种用心。